节到啊，卖少乡亲为了应景，纷纷的去买肉粽，像透早来讲高雄的延平区肉粽老店店门口一顿的这个粽，卖输山同款。这个乡亲是陆续上门去买。另外一间人气嘛真好，肉粽店是采用注文的方式，和管制数量，所以讲门口若卖煞会挂一个牌啊。若是临时想要买，恐惊就要看运气。啊，另外伫楼市市场肉粽摊未正营业，透早就真侪乡亲伫排练。 准备真侪肉粽要等人客来买，真会买，啊明仔载我摕出来吹头吹。一买就买几啊罐，而且还有10粒、20粒肉粽。20粒拍1粒吧。不会拜拜啊。是要去露营的，所以买30颗啊。伫高雄盐埕区新兴街肉粽店，陆续有民众为着5日节去买肉粽。大镇路这间肉粽店甲粽下白开，2 Q 的糯米加上10件鸭料，加上土豆腐，后背做人客食甲拢掉咧。一透早有真侪有注文的民众拢来摕肉粽。还有花生粽吗？我加6颗。若无提早注文，雄雄想要买，恐惊就爱看运气。因为我们今天目前零售都没人呢。 这位就无再好运，无买到。现在都是采预购的，要不然我们只要零售一出来，几乎都是秒杀，5个包手在包而已。天哦，其实我们一天的产量5个人的话，1、2千颗是算很拼的。订单拢总伫这2天，敢若会当规家伙啊做回来肉粽。今年跟去年大概差不多有降到3成到5成这么多，所有原物料都涨了，我们只有调整到1颗50块。 虽然已经无用卖怪，不过伊嘛讲今年的订单有比去年搁较少。另外来看内围市场，这间肉粽档拢还未开始做生意，还未看到业者搁有肉粽。不过一透早都有民众来排队。排3、4档啊，1点到来排呢。通常拢爱排偌久才买？哦，我到昨8点半来排呢。习惯啊，要代志。 较早来排，较免多客啊。不管倒一间肉粽，拢有介意的民众，大家嘛应该趁5日节好好来食一粒肉粽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另外，可以上 LINE 贴图小铺来购买华视主播的官方贴图。